最近發現飯團有活動，有免費嘅奶茶、甜品、小食。今日我哋就落咗餐到 market 嗰度聽音樂。嚟到加拿大之後，最大嘅感受就係生活節奏慢，有一種鬆弛感。每日嘅生活好簡單，食完飯就係散步、逛公園、逛超市。仲記得老公喺香港嘅生活就係放工就係繼續返工，星期六日都返工，做炒散、外賣，幫人拍攝婚禮、婚紗。我老公真係一個好勤力嘅人，無奈只係一個普普通通嘅職員，又要交保險、基金，又要交會計課程學費，又要交屋租，首期點都儲唔到，壓力真係好大。加拿大真係好適合我老公慢型人格，過一啲簡單嘅生活，有一個小小嘅屋企，有一個每日追住係嗌爸 B 爸 B 可愛嘅女，有一個唔收家用零用錢又冇購買欲嘅老婆，財政壓力自然少。對於我嚟講，幸福唔需要好有錢，當然屋企需要錢嗰陣，我會一齊承擔，彼此嘅陪伴，呢種嘅平靜、安樂、簡單嘅生活已經係最好嘅時光。原來最幸福嘅日子，往往係最平凡嘅日子。